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20，旧历的5月30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教会囡仔掠鱼仔跋落水池啊，老母为着要救囝，煞不幸来过往。桃园一个36岁妈妈带着后生牵着狗出门来散步，9岁后生伫鱼池边掠鱼仔，因为有青池，这个当下出落水池啊，妈妈是心肝火热，随跳落水要来救囝，但是袂晓收水。 怎来渡水？随后伫过路人的帮忙下，后生顺利互救起来。但是这个妈妈互救起来的时阵，已经无气亡生了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赶紧替已经无生命现象的妈妈急救，因为伊为着救囡仔，无小心落落水池仔当中。意外是发生伫桃园油门区，当时36岁的妈妈，伊带9岁大的后生和狗仔做伙散步。迄个时阵，囡仔想要耍水池仔当中的鱼，全无小心栽落去。昨天是怎么掉下去的？滑下去。滑下去啊，所以那边很滑。 当时看后生摔落水池仔内底，妈妈做着急的，怎跳落水，想要救囡仔，无想到讲最后家己对水性无熟，怎渡水，赶紧送病院。经过点外钟的急救，嘛是不幸死亡。囡仔无代志，因为当时有人经过，甲救起来。6点我们也心很急，就跑出去找，就没看到的啊。结果6点10分，里长就打电话给我。 就伊妈妈离厝内底是排第2，因为住伫后家厝对面，所以和厝内底的人感情拢袂歹。厝内底的人知影消息了后，拢足伤心的。消防单位表示，因为最近天气较热，足侪人拢会去耍水。除了要注意讲是毋是危险的水域，落水也是靠近水边进前，一定来评估自身的状况，才会当避免亲像即款危险的代志，搁一摆发生。